先生听众，熬早。现在又是正甲一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，就是解释甲正文第12页，解释甲正文第12页，上解每一段，上解每一段，就是解释甲心量大事不行修道。即马应该呢，就是爱稍微解释一遍。根本就是口目将其说空，心中不受此行，恰似凡人，自称国王，将不可得，非我弟子。这个所在啊，是慧能大师呢来说明无恶，就是咧说明啊。心的广大，在这个所在，慧能大师就安尼讲啦：讲口目将其说空，心中呢不受此行。讲这个喙啊，唔通讲规日拢伫咧讲空，就是讲规日啦，拢伫咧谈论空的道理。但是虽然是一字间都伫咧讲空，毋过呢，心中啊不受此行。喙是讲空，是安尼讲甲足好听，但是心呢一点仔囝都无空，就是讲小可代志呢就看解，小可代志就执着。既然在喙伫咧讲空，心中呢小可代志就看解，小可代志就执着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啊，虽然是将其说空啊，心中却是啊不受此行。也那安尼呢，就敢若亲像迄个凡人呢，自称国王，就是讲本来啊是一个普通人。伫遮所讲的凡人呢，就是咧指普通人的意思，就是讲根本啊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而已。却是呢自己啊，伫咧讲我就是一个国王啦。这呢是将不可得。你本来呢就是一个普通人尔，啊你伫咧讲啊，我就是国王哦，我伫咧统领国家，我安怎都安怎。互你讲一世人，你嘛是干那嘴咧讲尔，根本你讲来讲去，你本身也是一个真正平凡的凡人而已，绝对啊，毋是一个国王。讲非我弟子，讲假如若是亲像即款的人呢，就毋是我的弟子。意思就是讲。若是要做我的弟子的人啦，应该呢，爱会当好来体会空的道理，爱好好来去修行，会当好来解脱一切这的烦恼，会当好呢来了生死，安尼才是我的弟子啦。假如讲敢若喙伫咧讲空，心呢处处执着，安尼根本啊。就敢若像讲一个一般的人，也自称讲伊就是国王，哦，敢若嘴咧讲尔，毋是国王啦，根本无路用。必须呢，你本身呢，实在有做到，实在有做到到，安尼才有才工。敢若嘴讲呢，就是无才工。这就是咧境界咱佛法呢，爱咱自己来去体会。佛法爱咱自己来去实行，这个实行当然最重要就是讲在咱心中，
在咱心中会当互来体会，在咱心中会当互来实行。也咱心中有实行，当然呢，这个行为啊，就表现在外表来。比如讲，教所讲的，嘴伫咧讲空，假如讲咱心若是安那有体会空的道理，安尼咱碰到小可的代志呢，咱别去执着，咱别去跨界，别去烦恼。当然啦，心就是安乐解脱。自这个呢，同款呐，也会表现在外表来。在这个外表的修行呢，当然呢，就得到安然自在。甲人讲喙伫咧讲空，心肝底一点仔囝都无空。也若呢有一小可代志啊，心肝底呢都伫咧跨界执着啦，也表现在这个外表来呢，也会当看出讲啊，你这个人啊，根本的心都无解脱。随时会当互人看出来，所以必须要有修行，才算讲是我的弟子啦。因为是心无修行，毋是我的弟子，这是慧能大师所讲。因为慧能大师在前面有讲啦，讲善知识啦，讲一切不济地啊，拢是将自性而生，毋是啊将外面以外，毋通错用心。这名叫做讲真性自用，一真是一切真啊！心量的大事呢，毋通行小道，所以呢，毋通干那嘴伫咧讲空，内心呢无去体会空的道理，那呢就毋是我的弟子了。尤其是你干那心伫咧讲空，或者是讲啊，你嘴伫咧讲空，或者是讲你嘴伫咧讲我有修行。啊！你实在都无修行，安尼就等于讲你自己讲我就是国王，我是我了不起啦。事实上，安怎讲，你嘛是一个普通人而已。下面善知识好名不济，不济者当然智慧也。一切处所，一切时中，念念不误，常行智慧，即是不济行。一念无，即不济绝；一念智，即不济生。世人愚昧，不见不济，口说不济，心中常愚。常自言我修不济，念念说空，不实真空。不济无形相，智慧心即是。若作如是解，即名不济智。这样就是讲到不济善知识。到达这个所在呢，慧能大师又搁在啊来叫一声讲善知识啦，讲何名不济啊？讲什么名叫做讲不济啊？意思就是讲不济是什么？这呢就是对于不济这品。分别解说其中第一，这个正这个说明不济。啊，这个不济呢，在咱平常也叫做讲做智慧，但是这个智慧啊，毋是咱凡夫的分别智，这是一种的佛道的圣智，也就是啊，会当好通达于一切真理，会当好通达你真空无常的智慧。所以在下面直接讲不济者当然智慧也。讲这个不济啊，当然是智慧。这个当然就是讲咱中国的话，因为慧能大师迄当时阵呢，正就是咱中国的唐朝，所以伫咧讲当然就是咱中国的话。啊，这个智慧，什么叫做讲做智慧呢？这个智甲慧，这啊，一个是体，一个是用。在大乘义中有安尼讲。
讲照见明知啊，改了清慧。那一旦好照见，这就是智；一旦改了，就是慧。这两个呢，应该是有分别。古再讲较详细，就是讲知识体者，明即为智；照第一义者，明即为慧。那咧讲起来，就是讲对于世间的俗事，你会当互来了知，这咪叫做讲智；一旦好照了第一义体的道理啊，就咪叫做讲慧。所以这个慧呢，就是契合于真理；智呢，就是伫分别世间的思想。这就是智甲慧的分别。所以伫遮则讲善知识啦，什么名叫做讲智慧啦？不智者讲什么叫做讲不智啦？不智者，咱当然叫做讲智慧。这个智慧就是讲，会当好来照了真理，会当好来认识思想，这就是智慧。讲一切处所、一切时中呢，念念不误，相行智慧，即是不自性。一切处所，就是讲无论在什么处所，一切都是讲所有啊。所有的处所呢，就是讲无论在什么所在；一切时中呢，就是讲无论在什么时阵，念念不误就是讲这个在这个念念中呢，拢无误齿，也常常呢，拢行这个智慧。伫遮所讲这个行呢，就是心之行就是讲内心呢运用，常常在内心运用智慧，这呢就名叫做做不自行。伫遮所讲这个念念就是讲一念一念，前念后念相续这呢就名叫做讲做念念那么在这个一切处所、一切时中，念念如此，就是讲只有这个念头，无搁再其他的念头就是讲心心念念如此无搁再别项的念头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所在会使咧讲做心心念念自忏真恳，就是讲自己来忏悔真恳，或者是讲心心念念自悔后果，还是讲心心念念弃假归真，心心念念离假离真，还是讲心心念念弃邪归正，心心念念无邪无正，还是讲心心念念见成以为功，心心念念平等以为德，拢是用这个心心念念，还是讲心心念念内心谦下以为功，心心念念外行以礼以为德，心心念念敬上念下严肃高宾，心心念念和光接拔通达无界。凡所讲这呢，拢都是在讲心心念念。这个心心念念也就是一念，可以讲就是每一念拢就是这个念头，除非这个念头以外，无别项的念头的意思。伫遮所讲的这个一切处所、一切时中呢，念念不误，
就是讲时时刻刻啊，心里呢无牛齿，也就是讲时时刻刻啊，心里拢无糊涂。咱要保持讲一日24小时啊，每一时一刻心里拢无糊涂，这是无简单。当然，咱人的迄个智慧力啊，是各有所不同。有的人啊，是生出来呢，就较有聪明智慧。但是所讲聪明智慧，甲咱佛教所讲的智慧是不同。那咱就先用世间的聪明智慧来讲就好了。就是讲一个人每一个拢真正清醒，每一个人拢有聪明智慧，拢无去糊涂去，这也是无简单啦。所以直接就讲做念念不误，相行智慧。就是讲在这个心中呢，时时刻刻念念之中啊，拢无牛齿，时时刻刻呢，拢就是运用智慧在做代志。这呢，就是名叫做不择行。这个不择行，咱呢，先以一般世间人的聪明智慧来讲甲咱佛教的不择行。世间人，假如若是愚痴的人呢，所做的拢会翕毋着，无考虑到讲这项代志做了效果如何，也会去做毋着。世间人若是讲有聪明智慧的人呢，伊会运用伊的聪明智慧啊，伊袂去做毋着代志。我提一个较白话起来说明，比如讲在社会上有一寡人，为什么伊会去犯罪啊？偷摕物件啦，偷抢物件啦，去骗人啦，这个就是糊涂。那这个糊涂啊，毋是讲你时时刻刻糊涂才会去做毋着。人平常时真正清醒，只要你一时糊涂，可能呢代志都会去做毋着去。所以这个念念无牛齿，相行智慧。若是用咱一般社会世间法讲起来，就是讲你时时刻刻拢爱真清醒啊，毋通一时来糊涂。只要你小可的糊涂呢，去想毋着去，你就去做毋着去。有人在讲做一念之差，或者讲做一失足成千古恨，拢都是这个意思。这个一念之差就是一丝仔意义啊，一大句意义啊。只要你一个念头，若去毋着去啊，那全盘拢毋着了去啊。有真正这犯罪人，一念之差去犯罪，糊里糊涂，代志做毋着，但害咯。到甲以后，代志惹真大啦，去互掠去啦，互判刑啦。或者甚至讲，互人要甲伊枪杀。迄当阵呢，伊才反悔，讲：哎呀，我当时才糊涂去做毋着代志，安尼已经伤歹。当然，在犯罪这个人之中，有的是恶性重大，就是讲从细汉开始，伊心就无存着好心。伊的心呢，都无有一念是好心啦，时时刻刻拢想要做歹代志，想要犯罪。那这款的人另当别论，这款的人也非常的少。大多数的人呢，拢就是一念之差。本来呢是好好伫做人，有当时去交到歹朋友啦，有当时呢伊自己呢想贪啦，一念之差呢就去做错误，一步踏错去啦，可能一直错落去。尤其是呢，若是讲去挖到迄个毋好的人，只要你一念的错误，变成讲你有一个毛病，有一个把柄伫伊的手中，安尼伊就甲你控制掉了呀，就变成出在去摆布。以后呢，你都爱听伊的，你若无搁再继续甲伊配合呢，伊就将你的
毛病将你的错误所在就甲你显出来。呀，你由于惊伊讲暴露着你过去的过失啊、罪过啊，所以你就乖乖地来对行。结果呢，变成讲犯罪呢，愈犯就愈严重，到甲以后就不可收拾，变成讲身败名裂，搁再去害着别人。在咱社会上，即款的例真多。所以呢，一时一刻头脑都要真清醒才使。要咱世间人讲起来，应该是如此。那咱做一个佛的弟子呢，更加要如此。咱呢念念呢，唔通有愚痴，咱要相信智慧，这都是属于不觉性。咱这个佛法所讲的，甲世间法所讲的是完全不同。就是讲，咱佛法所讲的这个善恶啦、邪正是非啊，这款的标准呢，甲世间法是无共。咱即马提一个真正简单的例起来说明就好。譬如讲，对杀生这项代志，那是咱世间法讲起来，人是袂使杀你咯，你杀人不得了。但是在咱的国家法律上，杀精神啊，这并无罪。杀鸡杀鸭，这款的物件呢是无构成犯罪啦。毋过这若是在咱佛教讲起来，你是做杀生业啊。安尼呢变成讲，这个是甲非的中间，这标准不同。那当然，咱一个学佛修行的人是要依佛教的标准来啊。也就是讲，要咱佛教的标准讲起来，咱做一个佛门的弟子啊，咱袂使来去杀生。那为啥袂使来去杀生呢？那就是用咱自己的智慧来去了解这个道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杀生，变成讲咱现在是杀人一条命，你做这个杀业的因，来生你都要去受到杀业的果报。你即马杀人一条命，来生人甲你杀倒转来。你即马食人半斤，后摆你就行人8两。这就是要运用佛法的智慧来咯。这是一种。第二就是讲，那你以这个六亲观来讲起来。一切众生在这个六道中伫咧轮回，有当时阵咱做伊的父母，有当阵伊做咱的父母，所以咱甲这个六道众生啊，每一个众生可能都有结这个兄弟姊妹、夫妻子女、父母等等的这个六亲关系的关系。要哪呢？你即马来甲杀，可能就是杀到你真正的父母。或者是杀到你真正的可爱的囝儿，还是你去杀到真正甲你真正恩爱夫妻也不一定啊。你若将对方的众生该当作讲，可能就是你的父母，都是夫妻子女兄弟姊妹，也哪里你刀啊举来绝对杀袂落啊。那这当然就要运用智慧。所以过去寒山拾地搞一个冤家因兜。因兜是伫咧娶新娘啦，结果要娶迄个是即个囝婿新郎官的阿嬷，也伫店内伫咧煮拢是伊的阿姑阿姨等等，伫迄个厅堂咧拍迄个鼓呢是阿公的皮。哎呀，看了家己世间众生太将愚痴啊，所好笑。这就是咱来运用智慧，毋通愚痴，要上以这个智慧来去管教。要哪呢？当然咱就袂去做杀生业啊。那这就是叫做不觉性。当然是咱为什么毋通杀生呢？在咱佛门中，还搁再有一个较重要的大乘的道理啊，就是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而且呢，咱众生相虽然有所差别，但是这个佛性是一体啦。就是讲，我的佛性、甲你的佛性、甲一切众生共一个佛性，安尼讲起来就是同一体咯。我甲你甲一切众生拢是同一体，等于讲共这个身躯啦。要哪呢？你去杀众生，顶就是杀到你家己本身啦。哪有讲咱刀啊举来杀家己咧？无这个道理。那会当安尼来去运用智慧来去观想，自自然然都袂去做杀生业。这是以这个杀生业呢，来作为一个比例来说明。
凡是咱会当运用智慧，依照着佛法来去行，咱念念拢无愚痴，念念会当运用智慧，这就是不净行。这个不净行呢，这正是咱心中所修的。毋是讲在喙直直讲不净啦、智慧啦，讲是讲甲天花乱坠，但是心肝底你无伫咧修什么路用呢？无路用。这是慧能大师啊所甲咱开示。无论在一切时处，念念毋通愚痴，常行智慧，这就是不净行。注意看先听众，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，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《六祖大经》。